你有冇遇過咁樣嘅人呢？想創業嘅時候，每日睇上去好似好忙咁樣，特登買咗一本100幾蚊嘅筆記簿，創業家嘅課程當然一個都冇少上，甚至咧喺佢嘅朋友圈、Facebook、IG 嗰度又每日發貼文，話俾人知自己喺度努力創業緊。1年過後，發現其實佢又乜嘢都冇做到出嚟。咁我哋其實都認識好多唔同嘅創業者，佢哋可能日復一日咁都會喺唔同嘅平台上面去學習、去買書睇，甚至有時都會將自己學過嘅嘢咧去分享出嚟。但係當你問佢，咁你而家呢一個創業嘅業務有幾多產品係推出市場，每個月嘅銷售額有幾多，先發現佢從來都冇落地咁幫自己嘅業務真正咁做過推動。呢一個其實就係非常經典嘅假裝努力嘅陷阱。其實努力就唔係做俾其他人睇嘅，我哋創業都一定要讓結果說話噶嘛。所以真正嘅努力係每日花時間研究市場、面對挑戰啦，然後設計一啲方案咧，幫助自己去推動業務，而唔係用學習嚟逃避行動，用準備嚟拖延行動。所以咧，你都可以問下你自己，到底你每日嘅工作係真正努力咁幫助自己推動緊業務，定係假裝努力不斷用學習嚟安慰自己呢？